大家好，我係 Trisha，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。星期日晚英超有大戰，韋斯咸會主場迎戰紐卡素。呢場賽事我哋 M+ 係會有現場直播。目前紐卡素嘅狀態翻晒嚟，近6場贏5場，而家仲係保持緊連勝嘅勢頭。而對住近排贏唔到波嘅韋斯咸，估計紐卡素今場贏波應該冇難度啦。韋斯咸呢一邊，今仗雖然有主場之利，但係真係冇咩信心去應戰。首先，佢哋今季頭4個英超主場都係全部輸晒，分別不敵車路士、熱刺、水晶宮同埋賓福特。可以話主場嘅優勢係形同虛設。二嚟球隊近期狀態跌到谷底，近6輪聯賽只係取得1和5負，後防線穿晒窿。今季到依家平均每場係失2.22球，係英超頭9輪失波最多嘅球隊。進攻方面，韋斯咸都係冇咩睇頭。雖然有查洛保雲、盧卡斯、柏基達呢一啲國腳級人馬撐住，但係成隊嘅入波效率就好低。今季到依家只係入得7球，近6輪只係入得3球，仲有3場食白果。所以呢個嘅狀態而家要面對目前取得3連勝嘅紐卡素，韋斯咸主場好大機會輸波。人腳方面，富古加同埋史卡利斯都係因傷要缺陣。另一邊啦。雖然紐卡素開季表現係一般，但係而家佢哋條攻擊線呢就塌翻咗，球隊已經逐步上翻軌道。近8場波，佢哋攞到6勝2負。球員方面，禾特馬迪同埋基馬雷斯帶領嘅攻擊線狀態火熱。禾特馬迪7場比賽裏邊有5場都能夠入波，而基馬雷斯近3輪都入2球。兩個人就包辦7個嘅英超入球，佔咗全隊總入球數嘅80%。加上紐卡素過去8次作客面對韋斯咸係取勝5場，和2場只輸1場，咁係取得壓倒性嘅戰績。其中近6場係不敗，具體戰績係4勝2和。所以今次作客出戰紐卡素，無論狀態抑或係心理層面都係佔優，所以估計佢哋會輕易取勝。人腳方面，韋沙同埋利華文道都係因傷冇辦法上陣。中意呢條片嘅話呢，就記得俾 like。同埋要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 再 share 埋俾你啲朋友仔睇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